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試下用我3個嘅 permanent fruit， 用3個 permanent fruit，permanent Buddha 同埋 permanent T-Rex。而家我哋首先用咗最貴嘅 fruit 先 ，T-Rex 要儲嗰啲嘅能量波。我而家喺度不斷打敵人先可以儲到嗰個能量波。呢個 fruit 有個特點就係佢有條尾，所以如果你睇到嗰條尾就知道可以用呢個水果。首先第一招，第二招呢招，第3招。同埋用呢個水果變身之後就咗嘅。咁我哋到第2個水果啦，就係哎呀，弊啦，死咗添！第2個水果Buddha，第1招，第2招，第3招，第4招，第1度槍，哎呀，記得咗要變翻身。要唔變翻身先可以。第一個香菜都有啲字。第1條呢個係 Blade， 因為佢之前 update 咗做錯做 Blade。第1招，第2招同第4招就係呢個好似旋轉手機咁。今日介紹水果嘅環節完結，希望大家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 俾朋友。